大家好，又係我范太郎啊！咁呢排掛住整專題影片咧，都好少做影評。咁今個星期就翻嚟講一套咧，想睇好耐嘅電影《罪人們》。咁唔講廢話咯，直接開波啦！咁一對咧啱啱喺芝加哥翻嚟家鄉嘅孖生兄弟咧，阿煙同阿通咧，由一個白人嘅手嗰度咧買咗一個伐木廠，咁啊打算咧喺一晚之內咧將佢改建成一間藍調嘅酒吧。咁揾錢之餘咧，都俾社區啲黑人咧就同歡唱。但係同一時間咧，藍調音樂咧原來係會聯繫到生死啦，同埋黑暗力量，咁令到咧啲主角咧就身陷險境。咁故事咧就此展開嘅。咁呢度你睇完嘅第一個感覺呢，就係如果你要覺得佢好睇呢，你就要好識諗。咁諗咩啊？就係佢嗰啲隱喻啦。因為如果你撇除咗嗰啲隱喻呢，其實套戲嘅故事呢係相當簡單同直白。咁呢度會有啲劇透嘅，咁大家小心啦。咁其實個故事嘅走向呢，就係兩兄弟呢喺外面呢揾咗一嚿錢，咁翻家鄉呢搞一間酒吧呢，諗住揾到筆嘅。但係開張嗰晚呢，就俾吸血鬼搞，咁啊最尾就變咗兩方人馬就大戰，就係咁簡單，冇咩轉折位。但係整體上呢，都係流暢通順嘅，咁角色上嘅 build up 都好，鏡頭上嘅運用一鏡到底啊，剪接喺敘事上嗰啲對cut啊、音效啊，特別音樂方面，因為主題係藍調啊嘛，所以咧其實電影入邊呢係好多藍調音樂嘅。而音樂嘅內容咧，都同藍調嘅本質一樣，都映照住角色嘅諗法同埋困境。咁呢個位係相當唔錯啦。咁甚至某程度上咧，呢套其實都係一套音樂電影嚟嘅。而喺商業角度上咧，啲動作場面咧都唔會少，都從一個血腥同暴力嘅角度咧拎咗平衡，啱啱好咧就會覺得好爽快，但係唔會去到嘔心嘅程度。但係有啲動作戲咧，我覺得佢剪接有啲快，有少少花啊。但唯一可以雞蛋挑骨頭嘅缺點咧，就係其實個故事係好普通。咁呢個位咧，其實佢用咗好多隱喻去搭救嘅，又或者咧講呢個故事咧，就係為咗啲隱喻而講。咁如果講一套用黑人做主要嘅商業片包裝咧，充滿隱喻嘅電影，咁大家會諗到邊一套呢？咁冇錯啦，就一定係講 Get Out 噶啦。咁因為呢兩套戲嘅做法好似啦，咁當中要嗰個隱喻咧就唔同嘅。咁 Get Out 其實係講咧現代黑人咧被白人文化挪用，咁其實兩者關係咧好似變好咗，但係本質同過去咧都冇乜分別。咁而呢套戲咧就係隱喻黑人當時咧1932年嘅困境，其他種族嘅人對黑人嘅取態、黑人嘅社區生活啊，或者藍調嘅本質等等，咁啊比較 focus 喺當時黑人嘅情況嘅。咁呢度咧我就唔講太多啦。大家可以揾翻嗰啲做講解嗰啲 channel 啦，應該會獲益良多嘅。咁而睇呢套戲嘅最大趣味咧，就係一邊睇一邊諗各種隱喻，而隱喻咧亦都同角色嘅行動咧環環相扣，咁引導觀眾嘅思考，感受呢個故事嘅深度。但係好似咩嘢都有個但係。如果你瞄咗故事啲隱喻同內涵，或者你根本都唔熟啲黑人歷史呢，去睇呢套戲呢，其實你會覺得呢套戲雖然娛樂性十足呢，但係故事嘅走向就好平庸，亦都好估到啊，扭橋嗰啲位亦都少，甚至套戲加入咗吸血鬼或者講咧藍調呢會惹吸血鬼呢，你會覺得好無厘啦間嘅，因為其實佢都冇好深入咁解釋點解會係咁。咁其實呢，要靠自己呢 get 到嗰啲隱喻呢，先會心領神會。咁其實 Get Out 呢喺呢方面係處理得比較好嘅，因為佢呢就算瞄晒隱喻呢，其實都係一套唔錯嘅驚悚片。娛樂性轉接位其實亦都夠，甚至咧，如果你知道啲隱喻嘅話咧，呢套戲仲有分加。但係呢套戲咧就係你要知佢啲隱喻，知佢實際想講啲咩內容咧，你先會覺得呢套係一套高手之作嚟嘅。但其實每個觀眾睇法都唔同，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咧睇完都中意嘅，都覺得拍得唔錯，只係入去睇嘅入門門檻可能會高翻少少。所以今次飯後喜愛指數10個飯團有8.2個飯團，相當喜愛。咁同埋記得 follow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條片出去支持下，同埋 follow 埋 Fat 同 IG， 得閒揾我傾下偈。好，下次再見。